癌症點解咁勁？因為癌細胞可以喺缺氧、缺營養嘅環境將正常細胞逼死，自己仲可以瘋狂成長，活生生一隻超級小強。最新科學雜誌一項研究揭曉咗答案，原來呢一切都係因為酸。癌細胞喺缺氧環境下會透過糖解作用產生大量乳酸，將周圍環境變成酸性沼澤。喺過去科學家以為呢啲只係代謝廢物，但新研究發現酸性環境其實係精準嘅代謝開關，佢可以抑制粒線體切割蛋白 DRP1 嘅活性，等粒線體融合成高效率嘅能量網絡，從而利用脂肪、氨基酸等替代營養維持生存。酸性環境甚至可以抵消血糖帶嚟嘅壓力，令癌細胞斷糧時依然頑強增殖。難怪傳統療法有時失效，原來酸性環境唔止係腫瘤嘅代謝特徵，更係其抵抗治療嘅關鍵。呢項研究直接點明咗腫瘤治療嘅新方向，例如透過抑制 DRP1 蛋白，剝奪癌細胞嘅內酸超能力，令化療放射治療更有效。未來調控腫瘤酸鹼度，或許可以成為抗癌新策略。